要減低健康唔反彈，最緊要記住高蛋白質、低碳水化合物飲食，可以參考50%蛋白質食物、25%脂肪，再加25%優質碳水化合物呢個組合，盡量食非加工食物，記住完全冇碳水化合物都有機會適得其反。有時間最好加入少量阻力訓練，例如深蹲同舉重咁，提醒身體對肌肉嘅需求。一開始執行高蛋白質、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嘅時間，因為身體由燃燒糖類轉到去變成燃燒脂肪作為能量，係會經歷一段代謝轉換期，通常喺第3到7日最明顯。常見俗稱低碳感冒嘅身體反應會有易攰同集中唔到精神，覺得焦慮或者燥底，有機會頭痛甚至肌肉抽筋腳軟，因為減碳令身體排出水分時帶走鈉、鉀、鎂等電解質。呢個時間記得飲多啲水同補充鹽分同電解質，食翻多啲蛋白質同優質嘅油脂。通常頂到1-2個禮拜之後，身體就會穩定翻，之後就會精神翻晒。至於減肥筆，坊間而家有好多選擇，有平有貴咁啦。但係其實減肥都係想健康啫，最緊要係揀安全可靠。我想同大家介紹嘅係呢支維瘦美減肥筆，絕對係第2代嘅瘦身黑科技。佢可以有效咁幫你抑壓食慾，增加飽腹感，等你唔好成日心思思想食嘢。而且1星期只需要打一次。臨床實證用咗20星期後就減到10%，68星期仲可以減到20%以上，連內臟脂肪都可以減到40%。佢有齊美國 FDA、歐洲 EMA 同香港衛生署批准，全球有超過2000萬人用緊。最犀利係維瘦美係唯一獲歐洲心臟學會推薦，可以保護埋心血管健康，改善倒血糖、血脂、血壓同埋身體發炎嘅指數，最快4星期就見到效果。而家 Q 鐵慶祝24週年，2880蚊就可以率先體驗維瘦美嘅神奇效果，買3支仲有得折添，加埋有註冊西醫跟進，仲唔快啲 WhatsApp 佢哋了解下？